係冇人嘅。睇架仔，睇架仔。呢個真係好啊！好多人嘅。你未介紹咩人？開始咗。係。從沒這麼久內就錄集。地獄之足球搞得亦。你問問題咯。點解人出嚟？我唔知點解，真係隔離。係周圍。睇緊邊個？睇緊周圍。今日係2007年，睇唔睇到？晚光嘅喎。9月16號晚上10點20分，冇這麼嗰個16集，主角。搞咁樣先嚟到呢度。就嚟。嘉誠。跟住。講下，有啲咩發表你今日？你發表咧？今日場比賽。我真係好嬲。點解？我真係好嬲。點解？聽講你冇沖3年，連沖3年喎，係咪因為連沖3年所以唔沖涼咧？攻擊喎俾人，有咩感覺咧？頭先對隔離，而家做嗰啲冇咗啊？點解冇咗啊？好似見到一個，好似有最新嘅消息喎，啲係有人取咗佢嘅。好啦，唔玩啦。咁你埋名？